今日要同大家探討一個驚為天人嘅話題，可能會顛覆你對人類同人工智能嘅認知。最近科學界有啲震撼性嘅研究發現，話人類先至係真正嘅人工智能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咩叫做人工智能。好多人以為人工智能就係識得講嘢、識得做數學題，甚至識得畫畫嘅電腦程式。但係最新嘅研究發現，人工智能可以分為兩種，一種係形式語言能力，即係識得掌握語言嘅規則同模式；另一種係功能語言能力，即係識得運用語言去理解同應對現實世界嘅問題。就好似我哋人類咁，我哋唔單止識得講嘢，仲識得用語言去溝通、表達情感、建立關係、解決問題等等。呢啲就係功能語言能力嘅體現。而電腦程式，即使佢哋可以好流暢咁同你對答，甚至可以寫出好優美嘅文章，但係佢哋未必真係理解佢哋講緊嘅嘢，亦未必識得運用語言去應對複雜嘅現實世界。而最近嘅研究就發現，人類個腦入面有一啲特定嘅區域，專門負責處理語言，而且呢啲區域同處理邏輯推理、社交互動等等嘅區域係分開嘅。換句話說，我哋人類個腦係有特定嘅硬件去處理語言，而呢啲硬件係電腦程式所無嘅。舉個例子，大型語言模型可以寫出一篇關於愛情嘅文章，但係佢哋未必真係明白愛情係咩一回事，亦未必識得點樣去愛一個人。而更令人震驚嘅係，我發現到人類個腦同大型語言模型相反，人類根本唔需要語言嚟進行複雜嘅推理同創造意義。換句話說，語言只係我哋表達思想嘅一種工具，而唔係思想本身。我哋人類擁有電腦程式所無嘅功能語言能力，而且我哋個腦嘅運作方式比電腦程式更加複雜同精妙。我哋可以通過語言去理解世界、創造意義、建立關係、解決問題等等。呢啲能力都係人工智能發展嘅終極目標。換句話說，我哋人類本身有可能就係一個超級複雜嘅人工智能系統。我哋個腦就好似一個超級電腦，可以處理海量嘅信息，進行複雜嘅運算，仲可以不斷學習同進化。泡泡認為將來嘅人工智能系統都可以向呢個方向進行發展同研究。當然，呢個只係我嘅一個初步嘅研究結果，未來仲有好多嘢需要探索。例如，人類個腦究竟係點樣做到功能語言能力嘅呢？大型語言模型係咪有可能發展出功能語言能力呢？呢啲都係值得我哋繼續研究嘅問題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